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小薯護士，歡迎嚟到東東雲吞麵醫護小教室。今日我會講 Foley 導尿管，聽落好似好專業，好驚青。放心，今日我會由零開始，帶你哋一次過搞掂，識結構、識插、識護理、識睇警號，新手都即刻變高手。準備好未？開鑊啦！快速介紹今日嘅餐單：4大篇章：1. 認識篇，導尿管到底係乜嘢；2. 操作篇，男女點樣拆，步驟逐個拆；3. 護理篇，日常點打理引流袋；4. 安全篇，點防感染，乜嘢警號要即刻飛急症。無論你係照顧屋企老人家嘅家人，定係剛入行嘅醫護學生，今日呢個課程包你帶得走。咩係導尿管？簡單講，導尿管就係一條軟身嘅塑膠或硅膠管，由尿道入去膀胱，接住個尿袋，幫病人排尿。佢有個英文花名叫 Foley Catheter， 譯做福利導尿管。聽落好似有著數咁，其實係紀念發明者 Frederick Foley 醫生。邊個會用到？主要係手術後病人、長期臥床嘅長者。結構大解構，嚟睇下佢個內籠。雙腔設計，一條腔負責排尿，另一條腔負責注水入水球。末端水球注入大約10毫升無菌水，作用係喺膀胱裏面卡住，防止甩出嚟。錐形分叉口，一邊接尿袋，一邊注水。小薯記憶法：雙腔 Y 字，水球卡實，8個字記一世。點解要用？主要有5大原因： 1. 尿道阻塞，例如前列腺肥大； 2. 手術後短期排尿引流； 3. 膀胱肌肉或神經傳導有問題； 4. 嚴重病人要精準監測尿量； 5. 末期病人舒適護理。真實例子：黃伯做完前列腺手術後，醫生就會幫佢短期留置導尿管，等傷口好咗先。種類同選擇，主要物料有3款：乳膠短期用，約2週；矽膠較長期，約4週。PTFE 塗層減低摩擦。尺寸用 French 做單位。成人男士 French 14、16，成人女士 French 12、14。記住，對乳膠敏感嘅病人一定要用矽膠。插管之前，記住口訣：物、環、人。物品、環境、病人3樣都要準備好。A. 物品準備7件法寶：無菌導尿包、合適尺寸、Foley、潤滑啫喱、Lidocaine、無菌手套、消毒液、注射器加無菌水、尿袋。B. 環境準備拉鏈、保濕引、充足光線、護理車就位。C. 病人準備解釋程序、舒適臥位、清潔回音。最重要，洗手至少20秒加戴手套，呢個動作可以擋走超過80%感染風險。唔好懶。男士導尿管插入6步驟，男士部分最關鍵。角度嚟，跟住我一齊。1. 仰臥，雙腿微張。2. 陰莖抬起與身體成90度，由內向外消毒尿道口。3. 注入潤滑啫喱，緩慢插入17至22厘米，至見尿液流出。4. 再深入2至3厘米，注入10毫升無菌水固定水球。5. 輕拉確認固定，接駁引流袋。6. 將導尿管固定於大腿內側或下腹部。小薯貼士：90度撐起，慢慢推到底，見尿先打水。點解要90度？因為咁樣可以拉直尿道彎位，減少阻力，病人冇咁痛。女士導尿管插入6步驟，女士部分最關鍵，辨認尿道口。1. 仰臥，蛙腿姿，雙腿屈曲外展。2. 分開大小陰唇，由上而下消毒尿道口。3. 尋找尿道口，位於陰蒂與陰道口之間。4. 插入約5至7厘米，至見尿液流出。5. 注入10毫升無菌水固定水球，連接尿袋。6. 固定於大腿內側。重要提示：準確辨認尿道口，避免誤插入陰道。如果一唔小心插錯位，嗰條導尿管要當污染品丟棄，重新換新嘅。唔好怕醜，安全第一。小薯記憶法：蛙腿張開，由上而下，3點之間，正中。固定方法：導尿管插完唔係就算，固定做得唔好會拉扯尿道，引致出血或者損傷。男士固定喺大腿內側或下腹近陰莖位置，
女士，固定喺大腿內側陰部下方，用專用固定貼或膠帶預留少少鬆位，避免拉扯、屈曲、受壓。想像條導尿管好似條充電線，拉得太緊會斷，屈得太多會壞。護理篇：引流袋日常護理。引流袋護理5大要點，記實佢。1. 引流袋永遠低於膀胱位置，防尿液逆流。2. 避免接觸地面或污物。3. 保持系統密閉暢通。4. 袋滿2/3或每4小時排空1次。5. 記錄尿量、顏色、氣味。最常見錯誤，好多家屬以為尿袋放床上方便啲，大錯特錯。尿液一逆流反入膀胱 ，CAUTI 被尿道感染就送到。排空引流袋6步，步驟簡單記： 1. 洗手20秒，潔手或70%酒精搓手。 2. 70%酒精棉抹拭排出口開關掣。 3. 開掣尿液入2杯，出口唔可以掂杯口。 4. 關閉開關掣，再用酒精棉抹1次。 5. 將尿液倒入馬桶妥善處理。 6. 脫手套，再次洗手。更換引流袋，重點記住：捏緊接駁口，防尿液溢出。70%酒精棉，徹底抹拭接駁處。管口絕對唔可以觸碰任何物件，無菌原則。幾時要更換？導尿管一般每2至4星期由醫護人員更換，見阻塞或破損即換。尿袋穿破、滲漏、有沉淀物或異味即換，切勿自行拆卸，必須由醫護人員操作。安全篇：每日清潔，每日1至2次，用溫水、中性淤液清潔。女士，由上而下，由會陰去到尿道口，再去到陰道口，最後去到肛門，千祈唔好反方向，否則肛門細菌會跟住上去。男士，包皮輕推後清潔尿道口，沖身時保持尿袋同導尿管繼續連接，唔需要常規用消毒藥水，會破壞正常菌群。5步小儀式：水龍頭中性蕩液，由上而下，清水沖洗，輕拍抹乾，預防 UTI 黃金6招。CAUTI 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導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係醫院最常見嘅感染之一。預防6招： 1. 接觸前後必洗手。 2. 尿袋永遠低於膀胱，每日飲6至8杯水，除非醫囑限制。 4. 保持密閉系統，唔亂拆。 5. 定時排空，避免逆流。 6. 會陰清潔乾爽。小薯口訣：手要洗，袋要低，水要飲，口要密，要排空，要乾爽。6句6字訣 KO 感染。以下6大警號，出現任何一項，即刻聯絡醫護或去急症室。尿液混濁，有血，有臭味，發燒大於或等於38度或寒戰，下腹部或腰部劇痛，完全冇尿排出，多於或等於4小時，導尿管意外脫出或大量滲漏。尿道口紅腫流膿，唔好等，唔好忍，唔好自己處理。常見錯誤與迷思。最後一個環節，闢謠時間，自己拉出導尿管。正確做法由醫護人員拔除，用消毒藥水浸洗尿道口。正確做法清水，中性 Q 液。尿袋放床上或大腿上。正確做法永遠低於膀胱。怕多尿而少飲水。正確做法足量飲水沖刷膀胱。漏尿就鎖緊導尿管。正確做法找出屈曲或阻塞原因。不確定就問醫護，安全第一。最後送大家5大金句，背實佢你就係導尿管小達人。 1. 洗手第一步。 2. 密閉系統最重要。 3. 尿袋永遠低過膀胱。 4. 警號出現即求醫。 5. 定期更換靠醫護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，再見，拜拜。